过度老人家如果行无伴为故事，韩国照几啊方面研究都看得到，故事会损坏到空间，每家会会出片。因此，台湾一家100年后的老人家差不多有45000人嘅，也多年来个演示第3期溜溜小小吹行，老人家强下十分的发脱，鼓励多老人家行出路卡，多感人互动。在听到嘅希望下，研究韩国设立路，也就会韩国空间。老人家被心肝高开，就讲唔会按家老化，安尼也是得减少政府医疗韩家从这位支出。去电天通茶，我就喺本外是要看护送电梯街路巷促上促下，我就喺1年坐喺檐头下，等唔得煮，等唔得暗。台湾社会天天人因穷因少，老人家又因来因多，人口结构的改变，13年后的老人家嘛增加一点多。照内政部106年的统计，一下台湾1年后的老人家，大约係45000人啥。不过实际的数字，相比统计的数字还那多加多，尤其係人口外流挺严重的草地所在。里面有26户，里面然后老人家面按多，比例还蛮高的。那金山里来讲。实际上，这两一带差不多有600人啥啊，75岁到90岁的占的总人口数有80%几啊，需要人家照顾了，这差不多有几乎10%都是很需要人家去照顾，独居老人啊，或者说伤残的。他们在乡公所里面不是独居老人，可是他的子女都出去外面工作，只有老人家待在家里而已。哎呀，他这样也不算他独居，可是，在我们人看来，他只有一个老人在那边，户籍里面是有子女在里面，可是真正住在这个新农社区的是只有一个人。故事心毛对老人家来讲，除了轻松身体以外，有时间可能会造成悲剧。因为我们有个邻居，他算是独居老人，那他等于是说后来在家里过世1个礼拜，其实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其实每天从家门口经过，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天天人口的老化，日本已经出现了故事式的沙比现象。台湾人口老化速度强强的同日本同样的，台湾天初要加啊，可能按样的来应付，一下各地的社区三盲体推通，强传的发通，安尼老人家就各有同人交织的机会。从个听话讲，武汉阿嬷记得独居，从幼的是老的照顾残障的，食材。用安用迄个上传的，就地讲，因为13年食饭，也会讲因为老的拉一家残障的子女穷下食饭，感觉有一点伤悲啦讲是了解死清楚的安用的发祥，因为那点发现伫落沙去地步请到阿嬷弄成国安用宪法。午安，走吧，带我们看看你妈妈哥哥。好。你是记无？你弟记的嘛啥无？我弟啊，佢今日要来考医哈。点点的坐喺檐头下，等时间应过，旁望同妹同日太爷来嘅，旁吸讲，平常日咧就系安尼过嘅。旁望同妹爱94岁嘅，天天因来因落，佢最社会唔系切打，喺日嘅爱70岁嘅，一次拢系佢1人照顾，有强度智能问题嘅来嘅。两个拢残障。老妈妈是智障，大哥你刚才你有感觉到了他那个是精神上有一点障碍，但是没挺严重啦。不过厝内已经照顾了嘛，讲实在两个拢总系老人家咧，一个68岁，一个88岁，老的照顾年比较不老的。安尼情况一直到6月3日健康促进协会落来关怀以后，澎湖老人家照顾老人家的问题将有情态的改变。年人来大部分有人做派，有人穷下食饭，
旁吸讲就慢慢的个被突然搞破耶，嘛个有收面呢。他一来站上的时候，他是安静坐在那边，然后到后面他接触了我们据点上面很多我们长照西站什么那些很多的活动，结果他现在是可以去跟人家对谈，可是可能是会不在同个轨道上，但是他会跟你去讲话，然后会去跟你说，嘿呀嘿呀，对啊对啊，我也觉得这样子很好玩呐。乡村用乜按充用呢？阿唔咩就系乡下示范面咯。逗这些老人家开心吼，本身就係我哋上来做嘅事情。既然一旦要欢喜咧，吼，人欢喜啊，身体就较杂、较健康，较唔会受到病菌的干扰，吼，啊人也欢喜，转移较有寿命，吼，那子女啦也那顺子女穷下较下，都唔会安样叨叨念念，还有一点很重要，除了在外大病的子女。起点种几位地讲，第一届装备除了会受到照顾。原来示范係用嚟嚇人呢，就中央研究院嘅調查，是老人家當中就有一類因為身體冇就係家庭嘅情緒，而出來有困難。同時兩個老人家當中就有一類冇到想愛參加沙皮嘅活動，故所透過鄉下示範將人拐出來，大家出來有講有拿，嘛個食得落，營養嘛個好吸收，身體就會骨質。同時，安尼嘛做得過了解到老人家有按到嘛嘅問題麼？老人家就唔會按腳老化體，就做得減少政府嘅醫療行過長照安排嘅財政負擔。